哦，你看看那个红红的那个福寿螺了。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不是田螺，不是田螺，是福寿螺，福寿螺。哦，在台湾是不敢吃的哦，在别的地方不知道，就不要杀生了。还有那个要插秧以前哦，通常会用无人机喷那个对治福寿螺的药呢。哦，你看，怕那个福寿螺把那个秧苗吃掉啊。你看那个红红的，你看，那种植物叫水丁香，水丁香哈，也能够抗那个水灾，抗那个湿啊，你看耐湿啊，你看像水丁香。洛神花的秋葵都能够很耐热耐湿。哦，你看那个红红的那个叫福寿螺的卵啊，福寿螺的卵呢。